現時出咗愛波斯坦最年輕嘅受害者14歲，英國王子 Prince Andrew 被拉前王妃 Sarah Ferguson 入精神病院，300萬份愛波斯坦 email 爆出後燒到唔少人。Bill Clinton、Woody Allen 都從來似有問題嘅，但現時瘋傳得最勁係一個你唔會想像到會同愛波斯坦有任何關係嘅人 Selena Gomez。Justin Bieber 前女友，而呢件事件燒埋 Justin Bieber 同埋一個 baby。憑啲咩先？呢份 email， 2017年7月21號 ，Jeffrey Epstein send 咗一個俾 Lana 嘅人嘅一個 email， 寫 Sorry, you would have had fun. He has decided on Selena Gomez。令人針對係嗰個打錯嘅字，決定 decided 變成 decided， 即係死定。令爆發最大一個陰謀論就係話2017年 Selena Gomez 係咪已經被死定咗呢？即係已經死咗。咁今時今日我哋睇到嗰個係邊個嚟㗎？如果係咁樣，當然呢份 email 真確性有 debate， 因為現時任何嘢跟愛波斯坦有關都會爆。而有話另外嗰啲 pizza party 有 Selena 去過，但我又未見過啦。但從 Selena 老公 Benny Blanco 嘅 social media 睇到呢個 Epstein 關係陰謀論，好多人相信，因為連接到另外一個大家已諗咗好耐嘅另外陰謀論 Selena Gomez 係複製人。坦白講，我係原本真係想拍呢一條片嘅，就算 Epstein 冇爆發佢個名字，因為呢個真係已經係好多人講啦。由佢嘅行為、佢嘅聲音、佢嘅性格、眼入邊嗰個光澤，好似係另外一個人咁樣嘅。啲人話，當然啲人話因為係年紀嘅變幻，或者佢自己之前有個病啊嘛。但係另外啲嘢，無論 Justin Bieber 佢嘅反應啊，或者係2017年呢個好重要嘅年份，令到呢個 Selena Gomez 其實已經死咗，然後被複製人 replace 嘅呢個陰謀論，令到好多人都覺得好可信。到最後我哋甚至要睇到 cloning 係啲乜嘢呢？係咪一直存在作為我哋呢個影片嘅最大主題？話名人同明星有幾個隨時替換，即係如果你唔聽話或者你無故死咗，佢哋都可以用個 2.0 去 replace 你。大家好，又係我暗網仔 2.0 啊！咁啊，其實保護嗰個本體係好重要嘅，例如 NordVPN 啦。如果你想似明星咁矜貴，真實嘅你喺睇呢啲愛波斯坦文件有個 double 保護你，用 VPN 之手 NordVPN 能夠151個國家嘅8000幾個 server 都能成為你同嗰啲 man in the middle 嘅周圍 WiFi 攻擊嘅 encryption 加密，讓真實明星嘅你係可以冇事。呢個年代有人話陰謀論嘢會突然之間喺電腦中消失，可能因為危險網站 malware 中咗毒 NordVPN。例如 cloud-based threat scanner， 讓嗰啲壞人唔可以偷走你嘅嘢，唔可以得逞。有埋 scam detection， 讓你嘅資料、銀行電郵、其他 password 唔會被偷走。似 Selena Gomez 咁用你嘅資料整個 clone 出嚟，咁就麻煩啦。有 NordVPN 就唔會有個暗網仔 3.0 出嚟同我爭飯食啊！所以我都有拎有我個名 Deep Web Kit VPN， 按下面第一個連結話我個 pin 嘅留言就係、再快啲打入我個私人 code Deep Web Kit VPN， 俾你簽2年 plan 有4個月額外送俾你啊，又有30日退款保證喎。喂，試一試先啦。無論呢個世界有幾多個 clone， 我同 NordVPN 都至少係真嘅，真的假不了。有 NordVPN 就真係假不了啦。所以你可能明白點解複製人咁重要啦，保護自己啊嘛。咁但係除咗複製呢一樣嘢，今日我呢條影片個好大嘅私人原因，係其實嗰個 email 入邊所提及嘅嗰樣東西，係當時 Woody Allen 喺度拍一部叫做 A Rainy Day in New York 嘅一套電影。咁呢個由 Selena Gomez 同埋 Timothy Chalamet 所飾演嘅愛情片嚟嘅，係我自己好中意嘅一套戲。你係咪同我講，其實一直我喺度睇緊佢嗰個都係一個複製人嚟㗎？私心就係最後揭發 ，She's not。其實每個人都會長大。Selena Gomez 第一次出現係2002年 Barney and Friends， 佢只有10歲。2007年15歲 Wizards of the Waverly Place 紅。2010年同 Justin Bieber 拍拖爆紅。觀眾對佢嘅既定印象一定會同2026年嘅會有所不同㗎啦。但講嘢方式、容貌、性格都會隨着年歲變咩？譬如話佢今時今日說話嘅方式好奇怪，佢做咩唔擘大個口嘅？咁跟住有人話因為佢有嗰啲假牙 veneers 喺入邊，所以唔方便。或因為佢之前有個病叫 lupus， 影響佢講嘢嘅方式。但有人亦都話佢面容有所改變喎，譬如佢一個嘅字
由佢一邊面，而家點解會係另外一邊面嘅？陰謀論就係話佢一個係叫做 Gina Davis 嘅一個女明星嚟嘅，其實係 Gina Davis 喺度扮演易容，去扮演 Selena Gomez， 佢一早死咗，甚至佢老公啲人話根本上就係佢而家一個 handler。大家知道明星背後要有啲光明會嘅人控制，佢個老公根本上就係呢個咁樣嘅角色。你睇個 comment 好多都係咁講。其實佢個回應嘅，譬如佢把聲，佢話有所不同，因為而家啲人話係好朦㗎，同佢以前嗰把聲聽起來，佢就係因為佢個喉嚨會無啦啦腫，好多啲陰謀出話，甚至佢嘅 light in her eye， 即係佢眼中嘅嗰點光，都好似隨着年歲冇咗，拗嚟都冇用。其實係冇辦法證實佢係咪真係 Selena Gomez 定係一個 clone 嚟㗎，但只係 present 一啲嘅 idea 出嚟，會唔會係真係被替換咗咧？呢啲嘅可能性啫嘛，而嗰一個可能性係2017年。Cloning 陰謀最關鍵嘅2017年對主流嚟講都係 Selena 最重要嘅一年。除咗2017年9月腎臟移植手術對抗狼瘡嘅損害，呢個 IG post 人哋覺得係最後一次睇到真實嘅佢再生。據說咩手術啊都係複製人換人嘅藉口，但點解要換人呢？佢又冇講嗰啲壞話，佢又冇做咗太瘋狂嘅事。有人話同 JB 有關。從旁邊捐腎俾佢嘅 Francia Razzia 陰謀相信被證實。Francia 係 Selena 最好嘅朋友，但 Selena 婚禮佢冇去到，因為係第二個人。同年17年，佢好有趣嘅喎，監製電視劇13 Reasons Why 都係一個關於死去女仔嘅電視劇。17年頭佢係因情緒問題休息，人哋覺得佢被替換嘅原因就係關於嗰個問題同 Justin Bieber 同佢哋秘密兒子嘅事。秘密兒子？秘密 baby？其實 clone 陰謀從 Justin Bieber 嗰邊發酵發大嘅，話佢2013年呢個 Selena Gomez 天使紋身係為咗紀念佢，話 Justin 歌曲 Ghost 係話就係紀念親人，但抄出2021年 VMAs 佢 live 表演時睇到其他明星嘅反應，呃唔到人，全部會入邊嘅人都知道 Selena Gomez 已經唔喺度，首歌係為咗紀念佢嘅，所以佢哋嘅反應如此傷悲。但又係啦，點解要替換一個咁聽話嘅 Selena Gomez 呢？據說當時 Justin Bieber 同 Selena Gomez 二人2017年真係生咗個 BB， 但據說光明會當時要佢哋獻祭嗰個 BB 嘅生命，而為咗去救佢哋自己嘅仔，作為母親嘅 Selena Gomez 好無私地獻上自己嘅生命，讓自己被獻祭。解釋到 Justin Bieber 之後結婚，但都好似唔係太開心，而呢張相就係佢被獻祭前嘅最後一刻。咁如果係咁樣，佢哋個仔應該仲在生㗎，去咗邊度呢？我哋會員有影片去講，我下面呢個連結成為 Devoted 或者 Great 會員去睇 A 級會員都有其他片可以睇到。所以2017年後嘅 Selena Gomez 就係第二個人。大家覺得點樣？所以其實呢個複製人嘅傳聞係咪完全真實呢？唔知佢本身係唔係，但複製人真實度由2003年就可以睇到。2000年頭媒體或科學界都好 obsess 複製人，到2003年2月27號 pass 咗個名 Human Cloning Prohibition Act 去禁止複製人存在。1. 嘗試做複製人， 2. 協助做複製人， 3. 運送一個複製人嘅胚胎， 4. 讓該胚胎進口都係犯法。一個複製人嘅胚胎啊，各位，玩到一個複製人可以生仔，咁當然呢個 act pass 咗之後就應該再冇複製人噶啦。縱使佢哋成日喺電影中好似係 imply 係有複製人，政客又話係複製人，而家 Selena Gomez 又話係複製人，最恐怖係愛普斯坦事件都有複製人。2026年2月9號喺監獄一段時間嘅 Ghislaine Maxwell 喺今日爆發300萬份文件之際，去咗 House Oversight Committee 被問話，被人話完全唔似佢，你睇睇。呢個人似唔似一個戴住面具嘅人啊？定係監獄生活真係令到佢蒼老咗咁多？陰謀論出嚟話 either 係另外一個人戴住面具扮佢，或係一個做得好肉酸嘅 Ghislaine Maxwell 複製人。I mean 之前你愛普斯坦文件其實都經常出現 clone 呢個字眼㗎啦，你睇睇。再放翻入 Ghislaine Maxwell 呢個樣子，甚至 Selena Gomez 都被話改變嘅容貌行為，唔難推測呢一樣嘢。雖然我好
希望最愛佢嘅演出係真實嘅佢，但因為電影中對手 Timothée Chalamet 嘅名字都喺愛普斯坦文件中出現，而係愛普斯坦老友嘅 Woody Allen 去執導呢一套電影嘅。如果你要我接受呢部戲同呢一切係有關係，而係你俾啲咁樣嘅證據我覺得我只能夠認。可能係叫我哋唔好再咁天真嘅啟示啦，成日被荷里活嗰啲紙醉金迷嘅劇情迷惑到，亦明白你喺熒幕上睇到嘅一切真實嘅一吻，可能全部都只不過係假㗎，都係複製出嚟嘅一場演出。